嗨，大家好，今天介绍常见球类的手语。第一个，棒球，模拟球棒敲球的样子，或是双手做打击状。第二个，桌球，球拍来回击球的样子，或是球拍击球的样子。第三个，足球，双脚踢球的样子。下一个，篮球，篮球。下一个，排球，上手托球的样子。下一个，网球，网加挥球拍的样子。下一个，羽球，击加挥球拍的样子。下一个，保龄球，保龄球。下一个，躲避球，丢球加躲避。今天的手语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